美國佬點解佢唔參加今屆嗰個 APEC 嗰個峰會或者一個相關嗰啲部長會議呢？肉酸啲嘅，係啊，你諗啊嘛 APEC 啊，美國佬成立嘅一個小圈子遊戲，到最後咩嘅話，變咗而家就係呢個圈子呢，俾佢攞嚟去勒索資源，去掠奪資源，肉酸啲，美國佬係。The U.S. needs to address or risk fundamentally changing the. 明面上呢，美國佬佢宣稱話，因為係簽證嘅限制呢，或者係因為我哋中國嘅制裁呢，所以唔參加。其實內裏嗰陣就係美國佬佢事務太多啊，國際事務太多，歐洲嗰邊又未傾掂，中東呢邊又未啲戰事又未搞掂，佢點可以參加到啊？係咪先？你參加到嘅話，你冇籌碼。competitive marriage market. The change comes as the global. Hello， 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嗱，美國佬唔參加 APEC 嗰個旅遊部長會議咁就關於呢個議題簡單點評翻少少啦。即係明面上嚟講咧，就美國佬咧唔參加今次 APEC 咧，佢就話因為簽證誘因啦簽證限制啊，所以就去唔到參加啲 APEC 嘅。因為好似今次個 APEC 會議就 set 咗喺澳門啊嘛，係嘛？咁導致咗美方官員去到就係話有簽證限制啊，即係話我哋中方唔簽啊，所以去唔到。其實呢個多鬼餘嘅係，即係內裏嗰陣咧，其實就係美國佬今次借題發揮啦。因為美國佬咧，佢好多時嚟講都係咁樣嘅。你話咩亞洲峰會有乜嘢都好，佢硬係要扯埋我哋中國。呢啲其實喺地緣政治角度嚟講，就係對華政策嘅一個試探性嘅一個博弈，試你水係。咁其實重中之重就係而家美國嘅一個地緣政治嘅戰略重心出現咗分散，佢唔可以統一戰線啊。歐洲嗰邊嘅事務佢又未處理得妥當，中東呢邊啲戰事又未結束到。講句難聽啲，你參加 APEC 嘅話，到時大家坐埋一張台咁樣傾偈，你有咩籌碼啫？你冇啊，你美國佬冇，到時人哋對中東或者嗰啲佢哋又可以攞嘢出嚟傾。呢個其實就係地緣政治就係咁樣嘅啦，係比較複雜嘅係。咁到最後嚟講咧，就國內政內圈佢哋都傾過下呢個 APEC 呢個會議佢哋分析咗部分前輩分析咗相應嘅觀點，我覺得都啱啊，我都借鑑佢哋講一講啦。其實明面上佢唔參加 APEC 美國佬，只不過而家佢就係全盤從上年鋪排嘅撤出亞太嘅呢個戰略性計劃已經徹底成功咗。軍事、經濟或者係地緣政治博弈，所有嘢已經全線撤退返去北美洲或者拉丁美洲。佢而家係宣告咗成功咗，所以以後亞洲事務佢可能間唔中會好似啱先咁樣，呢啲對華政治博弈嘅一個試探性呢種操作會有，但係佢唔會再擺太多資源過嚟呢邊。係呢個就係關於 APEC 點解美國佬唔參加？你諗啊嘛，當初係美國佬牽頭去創辦嘅呢個小圈子，但係到最後尾美國佬唔參加，不但止佢仲將呢個圈子作為佢掠奪資源嘅一個遊戲轉盤，咁樣就唔好啦。遲早會解散，我認為唔解散都好，因為 APEC 以後由我哋中國去主導啦，係咪？所以多個就唔講啦。上述監察息差嘅網同粉絲歡迎加入我嘅組織。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